怎？杨家将走你房屋内底是？是，属下准备要破门而入。唔免，小心中了伊的计计，放火烧房屋。是，来，打茶走火种起来。小铁金龙，现时你唔通该拍，听候后日你若有危急的时候来该拍，看了后自然有妙用。临我门来闪心性，七界三灾一心成。经关万象平安保，剃刀铁曲百万兵。剃刀铁曲百万兵。喂，你有家了？然后你叫。要查家阿好一个命令，你即时就纵身火海。但是你若无想要死也会用力，你赶紧出来救查家，自困自拔。查家搁再半时辰互你困难，你若是无出来者，我即时就要放火烧房屋。时辰已经到啊！火龙哥，是，放火！是，来，放火！阿弥陀。公主，属下命令，赶一批油膏匠走出警木屋，咱变一个火箱，这就奇怪。属下我就要甲抄看卖。唔免，木屋的内底安尼看就知影，并无第二个。小等下，你是倒一件事院的木火箱？回禀公主，并正是定来时的回事。你口音的混阿明啊！利用原人必须的武枪，迄个出家人。你唔讲的是话，就命难保。鬼剑三里虎阴马做。公主，我切会出家，在定海念经修行如所在。口音虽然难境界，九年深机在我台。你今日木屋内底在咧创啥物？你有看到杨家将走到遐入去无？公主，现前是去中午台进香倒转来，伫迄空屋内伫咧休困，并无看见什么杨家将。禀公主，属下命令，看你真清楚。点的？五台山每一个高僧，我着拢会认的。恁师父是啥物人？讲，讲啊！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文đồ，你安怎又来得罪着大公主呢？地冲中喏，这个和尚，敢正是你的徒弟？是，正是并称衣钵的传人。并称后日若是完结了后，
伊正正就是镇海市的主持哦。这三面拢有辽兵伫把守，只有西国在迄边，描写较济，较无辽兵。既然迄个所在较无辽兵，因兄弟较无法度通入城，一定去灭迄个所在。要不咱来遐甲伊找看卖。是。这话讲起来，话壮志前因后果，有幸注定爱归依附。小弟有消息，哥哥，你出家行敢知？你来一只食菜性，既然唔知，你袂安尼洗做，甲小弟来讲，不行，我来讲，哥哥。你这是有幸已经跳出山，绝不再打后的。你这是因我若非真心出家为证，愿遭受五雷间谍。为什么？哥哥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不要出家。高兄啊，高兄，你是朝廷来的良将啊，你是国家来
不灵，只求落地，你答应替我当姐为亲情。姑爷，你可知嘛？迄个拄啊拄代主真重视，你搁白叫几啊阴死，三个前嘛较惨死啊，四个生死。难离敌，一地半地来无影踪啊，是生是死来不知情，咱又假做出来大不幸啊，哥哥啊！你忍心出家啊？心怎那了？六弟，你是毋是就免搁再讲？你赶紧等去行了，哥哥。哥哥，哥哥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！连着，你才有一个老目屎。大理的六弟，伫咧大门外，要放大理倒转去。这也难怪啦，出家人最难的挂下车，就是亲情。为师千里迢迢，再来找到你这个依法传人，也毋过你是一个杨家将。为师也唔敢来表明着我的心意，再来送你一百个银龙，只好来等待着天意的安排。可怜你原也是甲父母有缘的人，为师知影。我的病一日比到一日的严重，原这个日子也将近来临。严正，为师若是死了后，这个什么一切要来交代你。你千万唔通来辜为师的苦心甲寄托。是。你若是真是心念坚定，你不应该来多骗亲人。你爱去苦劝你的六弟。即使离开这个所哥哥，你若心开无？我死就好要离开这个所在，哥哥。哥哥。
爹，哥哥伊是谁？唔记高兴，伊个小孩